你好，蘋果同埋阿里喺 AI 嘅合作，由於美國仍然封鎖中國使用美國 AI 語言模型 ChatGPT， 當未來嘅手機缺少咗呢個常規嘅功能，可想而知，呢個有如自廢武功。蘋果為咗唔讓競爭對手追趕，必定要揾中國嘅合作伙伴移植 AI 功能至到中國嘅蘋果手機身上。其實美國嘅做法非常不智，損害咗美國大企業嘅權益。美國七雄最成功嘅地方係研發到一啲好嘅產品，再讓全球去依賴佢，咁樣便能夠削弱對方自主研發嘅動機，最後就可以賺全球嘅錢，然後再撥入研發嘅費用，形成良性嘅循環，冇人能夠再追得上。而家美國嘅愚蠢科技國策，將過往美國嘅成功完全埋沒，讓人家走投無路，至到自家研發，打破咗過往美國科技龍頭成功嘅方程式。你估一下，我點樣闡述呢個道理俾小朋友聽，讓佢哋明白當中嘅道理？全班數學第一名嘅小芬，一向有借功課俾同學抄，每份功課10蚊，價錢都好合理。既然同學知道每天都有功課抄，佢哋便唔使做，滿心歡喜，每天都依賴小芬餵功課。小芬每天咁努力做好筆記、預習、整齊嘅功課，你思考一下，小芬嘅成績會如何？基本上冇人可以追得上佢。但係有一日，佢同同學交互，決心唔俾同學抄功課。當佢哋冇功課嗰時候，小芬心想，老師務必會記啲同學少過，但結果恰好相反。平時懶散嘅同學居然勤力起來，攞起數學書，重新拾起遺忘咗好耐嘅鉛筆。呢個故事就此完結了。